龍翔大道西有龍翔大道東，龍翔大道東轉龍翔大道中，龍翔大道東上為何無鬧鐘？龍翔大道中同學如潮湧，有個教師朋友在學校背後，青春不變名字叫做校長。每次返學大我都出去奔走，面上沒有表情，卻會最成就。主任一聲拜拜，換去這學校，要靠優秀教師教新意思。叫賣文具，處處有不對，但是假期可能要換時間。龍翔大道西有龍翔大道東，龍翔大道東轉龍翔大道中，龍翔大道東上有個補習班，龍翔大道中同學如潮湧。這個校長朋友面前又友善，因此批准學生一周放2天，同學也自然要鬥快過終點。約做練習第日必須要溫書，主任一聲拜拜，如果喺郊外見到練靶場嘅標誌，就應該立即離開。見到紅旗就係表示正在有人練靶，更加唔好隨便執起不明物體，因為佢哋都係非常危險嘅，隨時都有爆炸嘅可能。保障生命安全，遠離練靶場。龍翔大道西有龍翔大道東，龍翔大道東轉龍翔大道中，龍翔大道東上為何無鬧鐘？龍翔大道中同學如潮湧，這個漂亮題目都別漂亮，日日模擬試卷繼續舊形象，到那日出分個個要表彰。今日放學時間變補習時間，朋友一聲拜拜，遠去這校園，要靠轉校學生搞新意思。會有暑假寒假，也會有週末，但是假期補習要問同事。龍翔大道西有龍翔大道東，龍翔大道東轉龍翔大道中，龍翔大道東上有個補習班，龍翔大道中同學如潮湧。龍翔大道西有龍翔大道東，龍翔大道東轉龍翔大道中，龍翔大道東上為何無鬧鐘？龍翔大道中同學如潮湧。龍翔大道西有龍翔大道東，龍翔大道東轉龍翔大道中，龍翔大道東上為何無鬧鐘？龍翔大道中同學如潮湧。龍翔大道西有龍翔大道東，龍翔大道東轉龍翔大道中，龍翔大道東上為何無鬧鐘？